第新闻继续来到台南的基美博物馆，迎接耶诞节举办化妆舞会，民众配合主题，打扮做欧洲的贵族来跳华尔兹，真新鲜。大家做伙伫跳舞，跳甲真欢喜。唔然华尔兹要爵士舞。 广场的大舞会，大家拢是盛装打扮。台南基美博物馆迎接耶诞，精心策划周末的化妆舞会。活动的头一天就未少民众配合主题，精心打扮。很难得可以来美术馆，然后打扮成这样。难得馆内能够拍照，平常是不能拍的。欧洲贵族的装扮进入欧式建筑的博物馆内面，艺术是伫19世纪欧洲宫廷，现场要悠扬的音乐声。 内地公开古董皇家名琴，这摆嘛公开。总共有16场的音乐表演会在这边接龙的演出。那另外还有很厉害的收藏在这一次出现，就是我们奇美博物馆收藏的名琴。 充满欧洲气氛的耶诞宴会，12月15、21、22耶诞前夕会伫基美博物馆举行。除了盛大主题舞会，4支古董名琴伫活动期间卖原音重现，予参加的人好好欣赏。